首先呢，呢條片係下晝嘅抽籤比賽。咁下晝嘅比賽呢，由女子組4歲開始，咁就順序就有4歲女子組、4歲男子組，之後2歲女子組、2歲男子組。咁而家4B 支開始，咁4B 支呢有6個小朋友，咁呢準備呢6個位嘅板位。咁啊4歲 B 支組嘅初一，咁準備帶小朋友上板。好，咁啊擺咗落去之後呢，進行一個 random 嘅動作啦。咁啊完成，將佢呢記錄低先。咁都係嗰句啦，當我每次呢撳嘅時候呢，由嗰個 random 版面呢會跳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以我呢停低嗰一刻為準嘅，就唔係以我 copy and paste 嘅嚟準嘅。咁所以呢個 result 呢，你都要睇翻我 copy 出嚟個 result。咁而家下晝嘅賽事第2場就有7個小朋友，咁就係4B、4A、G 組嘅。4A、G 組呢都係一場比賽，準備7個板位，小朋友上板。好，進行一個 random 嘅動作。係啊，3、2、1。好，咁啊4歲嘅女子組 OK 啦，咁就4歲 B 組。4歲 B 組男仔呢分開2組比賽。咁第一組比賽呢，4歲 B 組男仔比賽。第一組比賽初賽一組係有8個小朋友，咁呢，我哋要準備咗8個位嘅版面俾佢啦。之後呢，就將佢哋帶上板。好，之後做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3、2、1。OK， 好，之後呢，就將佢貼上去。OK， 咁之後呢，就初二呢係有9個小朋友嘅，咁啊8到9，係啊8到9。好，咁啊9個小朋友上板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貼上咗去之後呢，就4B 組嘅第2場比賽都完成啦。咁呢，之後到 4A 組，4A 組嘅初一呢係有8個小朋友嘅，咁啊又係啦。係啊，頭先嗰個唔記得咗改做初二，咁但係都睇翻個人數都會知道係初二㗎啦。4A 組嘅初一做比賽。初一呢，總共係有8個小朋友㗎，咁帶小朋友上板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咁就到初二啦，都係4A 組嘅初二嘅比賽。4A 組初二呢係有8個小朋友㗎。初二係有8個小朋友呢，所以8個小朋友都要擺上板位。好，準備。好，3、2、1。哎呀，copy 錯咗啲嘢添。好，唔緊要，咁啊4A 組搞掂啦。初二4A。咁之後呢，就到4歲組完成咗，咁跟住呢，就係1.5歲組。1.5歲組呢，總共有5位小朋友。呢個係1嘅。好，5位小朋友呢，咁我哋準備翻5個板位俾佢哋啦。咁之後呢，準備。好，準備。3、2、1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佢哋嘅起步位置。我咪撳錯咗啲乜嘢？
OK。好，咁之後呢，跟住到兩歲組，兩歲就係女子先，女子嘅 B 組。兩歲女子 B 組呢係有4位小朋友㗎，咁我哋呢就開個4位，俾佢哋坐下先啊。好，就係 2BG 嘅，咁啊一場初賽準備啦，4個小朋友上板。OK，咁啊起步板位置。好，繼續4BG 搞掂，到4AG。4AG 呢就都有5個小朋友，咁所以呢板位要加多一個。好，將小朋友帶上板。好，之後呢就做個 random， 係啦，咁就係呢幾個小朋友啦。好，咁啊2歲嘅女子組話咁快就完成啦，咁到2歲男子組。男子組呢，咁又分開2場初賽，第一場初賽係有9個小朋友。係爭一個。好，開咗呢。初一場比賽，頭9個小朋友帶上板先。好，咁之後呢，做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3、2、1。OK。好，咁就到第2場比賽啊。咁第2場比賽呢，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有9個。咁同而家嘅人數一樣，咁所以就唔需要更改板位啦。咁而家將9個小朋友帶上板。好，之後進行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3、2、1。好，做好 B 組搞掂，咁呢就到 A 組啦。咁 A 組呢係我哋今日嘅最後一場比賽。2歲 A 組初一。A 組第一場初賽係有8位小朋友，咁板位呢要轉翻做8個啊。之後呢就將佢哋copy。咦？真係做咗急掣，錯咗。呢度8個小朋友 ，OK， 再嚟多一次啊！好，8個小朋友，好，準備 random 啊！準備3、2、1。好，咁第二組小朋友係有9個嘅，咁我哋將呢個8啦轉做9，之後呢，就將9位小朋友擺落板位。好，準備 random， 3、2、1。好，咁就將今次嘅參加者都加晒落去啦，睇下有冇留先啊。3BG 先，3BG、3AG，之後3B、3B、3A，之後5BG、5A、5B、5A，6歲 CL， 4BG、4AG。4歲 B 組、4歲 A 組。哦，呢度有少少歪咗添，但係都 OK 嘅，呢個位置都可以嘅。呢度呢會加返啲數字啦。之後呢就到1歲組，之後就2BG、2AG、2B、
之後到2A 組。好，咁就應該齊㗎啦。咁就睇翻嗰個版位 copy 啦。好多謝晒。